身。各位兄弟平安，圣诞恭喜！耶稣已经为咱出世，大家欢喜。咱这时要来练习咱早起要吟的诗歌，请大家来准备第一首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这个歌咱拢真熟，咱看头前的 PowerPoint。第一集，美妙主耶稣，万物的光顾，随本是新家最世人，我所愿用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对我君王。第二站。去追夜草木，秋来甘
即早的闪尾，你互我忧伤变快乐，毋是变快乐哈。咱注意一下。来，第二首圣诗590首，咱真熟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第站。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当作歌甲欢乐。练习到这，然后揸手机的人，请你将手机啊转做震动，多谢。安静听候，专心听候，安静听候我的主，听叹伊咀微细的声。
安静听候，专心听候，安静听候我的主，听叹伊至微细的声。属地主的众百姓，请来，请恁来，着接受圣神的引带来进前，当自己伫伊的宝座前，安静听候，专心敬拜。同齐起立来吟救赎恩典的圣诗，美妙主耶稣，圣诗125首，咱吟全首。咱由原徛地，用新的界面，搁一摆伫主的面前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自己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有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同齐用启用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启用文第8篇。也就是诗篇23篇，我来启，兄姐来引。上帝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
伊互我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看得阮恶乐甲尊重，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的圣名。今早起是今年最后一堂的台语礼拜。伫过去的一年，受到肺炎病毒的攻击威胁，全世界伫惊吓迫迫中来经过。当世界各国疫情尤原严重的时，阮台湾相对的安全。伫主日，兄弟会当同齐做礼拜。这毋是阮较敖。完全是上帝怜悯、上帝恩典。为着安尼，我要大大感谢阿罗你。主耶稣，你知伫过去的一段时间，阮教会嘛有经历无牧者的状况，总是你有怜悯阮，你亲自来做阮的大牧者，来养饲、来引带阮东门的羊群，无直到失线。行袂路，我要大大感谢阿罗你。面对新的一年，求主无搁互阮回头看过去，想使阮有新的心、新的灵，用全新的角度、全新的眼光来展望新的一年。伫新的年度，我要有新的牧者，嘛要有新的中级。甲新的团契首长，求主赏赐，因有对你遐来的智慧甲气力，通着我伫主的事工，拢通互主欢喜。当然，伫新的一年，袂免得有新的试炼甲新的挑战。求主拄起阮哪少的心。赏赐阮肉的心，顺服圣神的引带，遵探你的旨意，持守你的诫命。求圣神即时进入阮的心内，除去阮心内一切拉散、污秽、甲歹的念头，洁净阮，互阮通赢指你圣的临在。愿圣神亲自做工。安慰、扶持阮，感动、激励阮，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阿门。上课时班要用歌声来阿乐主，最好朋友就是耶稣。
上帝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12章1节，我来读，兄做来听。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满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今早起，罗德庆牧师要甲咱讲，什么是挨近谨慎？安尼他毋知对毋对？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总会客家干事，我叫做赖德清哈，赖德清牧师，罗德庆牧师。我的名是迄个咱永存的。咱的市长叫做赖清德嘛吼，即嘛赖清德，安尼即摆是副总统嘛，甲变过来个赖德清，安尼最好记的哈。感谢上帝今仔日咱的题目是应景精神吼，硬讲精神，安尼有成啦吼，因为我感觉咱的即事吼足认真的即个合法吼，客家话叫做合法啦吼，客家叫做客家，客家人叫汉语。所以，咱今仔日会当学一个客语，嘛会当听一个客语吼。感谢上帝，我来将今仔日圣经再用客语去读一摆吼。对，爱莲嘅阿爸上帝既然爱莲有按道见证人，将油为定爱莲，就应该放掉各种嘅重担，老产定爱莲嘅罪，忍耐到底，来行摆在爱莲条前嘅路程。安尼听有吗？咱会常常听到即个客语，咱坐火车、坐高铁、坐捷运，咱就听到客语，就是第三种的语言，就是客语。所以我即摆问你讲，耳筒会死无？就是讲你听有无啦？筒就是听，耳筒会死无？你讲我听无呢？耳筒毋死，耳筒毋死。若听有，你就讲耳筒会死。我毋望咱逐个拢讲耳筒会死。感谢上帝。今仔日甲大家分享。应景精神，应景啊！过去咱咧讲客家人啊，应景就是咧讲客家人啊，硬讲，传统上是好的，是歹的啦。讲吼，即个汉人吼固执，死骨不怕，有理讲袂清吼，安尼个当生安尼吼。毋过即摆咱的政府嘛，足重视客家，所以咱即摆咱常常看到。客家吼，看到政府咧推行咧客家的一寡活动吼，所以即摆讲了硬讲是好的哦吼，硬讲是执着、勤奋、坚韧不拔、择善固执，安尼无共款吼。过去是讲固执，即摆是讲择善哦，好的哦吼，择善固执。因阵讲小气无，咱即摆讲上谦，真谦啦。轻欠啦，所以咱找着迄个客家的小姐吼，咱会晓讲迄句生妹对无？生妹暗讲就是讲小姐你足水的。咱找着客家的姑娘，咱就讲非常幸福，足顾家足欠的啦，所以足幸福的呢。感谢上帝，咱会当今仔日来听一寡客家的故事吼，因为咱时间真宝贵吼，咱来看下一章吼，咱。来，今仔日要听一寡客家的故事吼。第一个，我来讲客家的前辈廖良水的故事。廖良水是出生伫关西吼，伊是一个客家的小牧童。靠着伊辛苦打拼，30外岁是开垦家己一块小茶园嘛吼，30外岁叫36岁。36岁吼，咱过去宋乡人的囡仔吼爱斗饲牛饲羊，所以过去有即种有一个小牧童，即种话小牧童。宋乡人的囡仔袂当读册，去斗饲牛饲羊，斗趁钱吼，贴补家用。咱即摆无论阮是宋乡人的囡仔，拢爱互伊去读册啦，所以即摆刚有小牧童，无啦吼，无小牧童吼。咱过去有即个小牧童，即个客家的小牧童。有一天，中原普渡的时伊甲亲人去街仔看落日，突然到一场大雨，然后咱客语讲天空落水吼，天空落水落雨咧，所以伊就去一间教会闪雨，就是龙潭教会，龙潭教会去龙潭教会闪雨，受到教会兄弟姊妹足热情甲伊款待咧，所以伊就足爱来教会。所以呢，有一天
伊就信耶稣，叫做上帝的家己。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无论什么原因，有人来到咱的教会，咱就甲伊好款待啦，安尼伊就有可能。伊就真爱来教会，伊就有可能成做咱上帝家的一份子。这是龙潭教会暗时的相片。咱去看吼，这是过去的龙潭教会吼。咱教会即摆真做客家中会一个历史上悠久上大间的教会。感谢上帝。这个6岁真做一个硬匠吼，耶稣的门徒啦。虽然受到村庄百姓的辱骂吼，依然不改其志，真热心来传福音。或者厝边隔壁，伊甚至出车钱，互因来教会做礼拜。各位兄弟姊妹，咱常常讲吼，客家是传福音的印土吼，这土真重啦，土真重啦，是安怎呢？我甲大家解说，咱去客庄吼，咱去参观吼，咱去游览，咱会看到足侪蛋啦、热啦、串啦。但是这个庙顶悬写一个誓吼，这个庙呢，毋是咧拜神明呢，是咧拜祖先啦，是咧拜祖先，就是咱规个村庄，咱的共世祖先拢甲囥做伙来拜啦。所以有人讲要信耶稣。安尼你是无要出钱啊？因为这个香火钱是大家来分摊吗？你信耶稣，你是无要出钱啊？所以大家拢真无欢喜呢。因为这个庙是咱共同的拜祖先的，这叫做宗祠啊。咱好多人嘛是会拜祖先哦，好多人是伫家己的厝有一个神明道。这个神明道呢，有一天你信耶稣，是你着甲这个神明道甲收起来。甲收起来，安尼厝边隔壁讲，这是恁兜的代志，这是恁兜的代志，所以伊袂甲你纠缠啦。所以咱会知影讲，伫客庄传福音，是真哩真哩困难。咱的客家的祖先信耶稣是真哩重大，毋过咱的客家的祖先有即个硬强啊，就是即个坚持的精神啊。所以虽然受到困难，嘛是会阁坚持即个信仰，嘛阁真拍拼来传福音嘛。好，这个6岁信耶稣了，甲这个邱阿田伊的好朋友啦，好朋友带来信耶稣，过兄弟姊妹，甲你的好朋友带来信耶稣啦吼，甲好朋友带来信耶稣，所以这个邱阿田、邱阿田啊，伊嘛是信耶稣咯。这个邱阿田呢，下一张吼，邱阿田是一个地主吼，伊是一个种地人，地主吼种地，咱知影种地就爱满地啊，所以请足侪采茶姑娘来满地。那伊为着要传福音呢，甲这个小姐讲吼，咱礼拜日毋免做工课，毋是工作，就是毋免做工课，咱拢来做礼拜，咱拢去听道理，工钱照付啦。工钱照付，安尼头家有慷慨无？真慷慨呢！为了传福音，真哩拍拼吼，所以这就是这个咱的客家的祖先，真哩认真来传福音嘛。这个邱阿田呢，但是伊的某甲伊的囝吼，嘛无要对伊来信耶稣啦，因为这个压力足大，厝边隔壁足纠惨的咧，所以嘛无要对伊来信耶稣。毋过有一天伊的囝有一天吼，伊的囝下一张吼，有一天伊的囝吼得到即个重病，就是头壳生烂疮、毒疮，足疼的。各位兄弟姊妹，咱台湾过去咱卫生条件无好咧，所以囡仔会生即个烂疮啦吼，无就生杀母啦吼。所以老师讲，小朋友咱即礼拜拢来偷杀母啦，传来跳去安尼传染呢。迄阵咱的卫生条件无好，所以即个囡仔生即个毒疮足疼的啦。因爸爸讲我。请教会团队来为你祈祷，好无啦？这个囡仔讲好啦。各位兄弟姊妹，咱人身体勇健的时咱传福音，咱牧师讲请咱的长老讲，咱就来传福音。咱就讲牧师啊，长老啊，真困难呢。我招人来，拢无人要来啦。无毋对，各位兄弟姊妹。咱若身体健康的时咱就真骄傲呢。我无需要上帝，我就是上帝。我无需要上帝，所以心情的真定，咱家传福音真困难。毋过人嘛拄着忧伤变故，拄着艰苦心的代志，拄着身体病痛的时，伊的心就会较柔软，伊的心就需要上帝的疼，需要主耶稣的救恩。所以迄个时阵，咱就该引带。来到上帝面前，享受着上帝的疼甲兄弟姊妹关心迄个时阵，伊的心会拍开，
伊的心，伊需要上帝。所以咱就把握迄个机会，从咱的身躯边有艰苦心，有忧苦，有变故，有病痛，兄弟姊妹，咱就甲伊引传到主的面前。所以即个邱阿田呢，的囡仔呢，伊得到即个毒疮真疼，因爸爸讲：我请教会传道来为你祈祷好无？即个传道来为伊祈祷了，即个囡仔即个毒疮全好去啦，感谢上帝。所以呢，伊的囡仔甲伊的太太就安尼来信耶稣。对安尼，即个邱阿田呢，求阿田啊，就更较有信心啦。伊感觉讲为人祈祷真好呢，伊感觉为人祈祷真好啦。伊就问传道讲，伊即个严宽怀传道关西教会关系股份啊，严宽怀传道讲传道啊，我敢会当为人祈祷。伊讲传道为人祈祷，安尼真好，我敢会当为人祈祷啊！即个传道甲伊讲会使啊，毋是只有牧师甲长老才会当为人祈祷。咱每一个上帝的囝儿，奉主耶稣的名，用咱的信心甲疼心，咱都会当为人祈祷啦。各位兄弟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用咱的信心甲疼心，咱都会当为人祈祷啦。感谢上帝，所以这个邱阿田、邱阿田啊，伊就真有信心来传福音呢。伊就伫遐病老人辛苦病痛，伊就去为伊祈祷，甲伊探访关心。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影咱即摆台湾吼，咱有健保，有健保真好呢。所以咱即摆破比艰苦呢吼，咱若艰苦，咱就即个医生看无介意，咱就甲换一个医生。即间病院看无介意，咱就甲换一间病院。毋过过去的人啊。无健保的时代，真侪人无钱好看医生呢。一个病痛啦，较严重，规家伙拢开了，真可怜呢。所以真侪人是无钱好看医生。所以伫迄个时代，即个邱阿田呢，邱阿田听到有人艰苦，无钱好看医生，伊就甲伊探访啦，伊就甲伊关心啦，伊就为伊祈祷。伫迄个时阵，上帝神也源源不断伫咱咧初代教会时，伫遐真侪人得到医治啊！伊也真来者不拒，真认真去帮助人。所以，即个邱阿田的好行为甲好见证呢，伊就得到当地百姓的信任甲认同。无那了，伊全家拢得救啊！伫迄个附近的真侪的所在，拢伫遐得到。福音传遍迄个所在，所以伊的子孙也参与即个新妇甲杨梅教会，就是咱客家的教会创设的工作，诚做创会信徒。邱阿田的查某囝叫做邱凤英邱凤英是关西教会长老，关西教会家长老，关西教会长老为着传福音因兜是一个。环境真好，有一轿车，但是为着要传福音呢，伊宁可坐公车啦，坐公车，宁可坐公车分传单接触人伫遐来传福音，为着传福音愿意付上代价。各位兄弟姊妹，为着传福音，咱爱付上代价。咱的客家的祖先为着传福音，也是爱付上代价，定要将福音来传遍。所以有真侪客家的教会伫迄个所在倒来设立。我相信咱的教会，咱的同门别克的教会嘛是咱的祖先，咱的信仰的前辈，伫遮付上代价，用真侪祈祷、流目屎、迫切祈祷、奉献来设立咱的教会，所以咱嘛要付上代价，将福音继续来传承。因为福音的产业已经到咱的手内，咱要三甲继续来打拼。好，我来讲另外一个单咱基牧师的武士精神单咱基牧师毋是咱的客家的前辈。咱的基牧师的信仰故事，伊读高中的时是读咱的淡江中学，咱知影淡江中学是咱的教会学校。伊读即间学校的是即个客家的囡仔伊就听到福音，伊就决志来信耶稣。当时是日本统治的时代，是日本统治时代，所以咱受洗时，咱就爱决志，咱决志爱问道理，所以是日本牧师甲伊问道理啊。日本牧师甲伊问道理，伊讲咱日本武士若信耶稣的时，咱日本武士若是信耶稣的时，就定是若是反对基督教，伊定是若是反对基督教，就互伊一把剑，讲你若要信耶稣，你就爱切腹自杀啦！你若要信耶稣，你就爱切腹自杀啦！
即个日本牧师就问陈南基即个青年讲：你今仔日要信耶稣，你敢有即种为主牺牲的精神呐？即个囡仔就真坚定讲：我愿意，我愿意。各位兄弟姊妹，我今仔日来问大家讲：你为着主愿意牺牲你的性命吗？我相信咱嘛要搁一摆来思考，咱的信仰伫咱的心中是阮的要紧的地位。咱搁一摆思考，我嘛相信咱会当讲我愿意。各位兄弟姊妹。我甲你讲吼，你今仔日伫台湾吼，咱是足幸运啦，因为咱台湾是信仰自由的所在，所以你讲吼，你要为主牺牲性命，我甲你讲，你的机会真少啦，你的机会真少啦。毋过，咱毋通袂记的，咱当初信耶稣的时，咱甲上帝决志讲，我愿意，我愿意将我的恩赐，从上帝互我的赏赐，我要过来献互主来使用。我愿意一生跟对主耶稣，我愿意来。诚做主的囝儿来守主的家事，咱毋通袂记咱的决志，甲咱的决心，咱的意志。这是日本武士的道吼，日本武士吼，摇插一支剑吼，毋是只有甲敌人相杀呢，为了伊的清白，为了伊的理念，为了伊的信念，伊嘛当切腹自杀啦。日本武士的精神吼，日本武士吼，摇拢插一支剑吼，好，这个囡仔吼，毋是只有吼信耶稣了，佮讲要去。读神学院，讲要去做传教者。各位兄弟姊妹，咱好了人重男轻女啦。我甲你讲，汉语嘛是重男轻女，搁较重男轻女。所以查甫囡仔足要紧的啦吼。讲要去信耶稣，搁要去读神学院，就非常受气啦。所以父母就非常受气。咱客语讲非常发紧，非常发紧，就是足受气的哈。所以伊要去读神学院，学校要开好的时候，伊妈妈就甲伊压伫厝内，叫妹妹顾好，甲恁顾好哈，然后偷走出去哈，佮甲伊鞋仔甲藏起来，哈，妈妈甲鞋仔藏起来，然后偷走出去读神学院啦。但是这个囡仔吼，单单记吼，就逼切祈祷讲上帝啊，为我开了，我做想要去读册，因为神学院要开学啊呢，我做想要去读册啦。所以呢，这个妹妹听了足感动的，讲吼，哥哥要去读神学院，我着爱甲伊帮衬啦。所以就对后壁门偷偷甲伊放出去啦，偷偷甲伊放出去。毋过迄个鞋仔拢找无呢，各位兄弟姊妹，咱即摆鞋仔足济吼，你规鞋肚拢藏袂落去。毋过迄阵个囡仔鞋仔拢一双尔咧，吼，足宝贵的呢。拢平常时拢脱车骹吼，脱车骹咱就天然的皮鞋嘛，天然皮鞋就是骹迄点皮吼，你骹迄点皮就是天然的皮鞋。咱拢平常时拢脱车，迄阵个囡仔拢脱车骹，我会记我细汉嘛就脱车骹。迄双鞋仔足宝贵的吼，妈妈藏起来，拢找无，所以只好脱车骹去读神学院啊，只好去脱车骹去读神学院。所以这就是陈南基脱车骹读神学院真有名的故事。伊毕业了后，伫原住民的所在，去客家的所在，拢传福音，上帝甲伊送较伫地，做真好的工。感谢上帝，即摆吼，咱来学一寡客语吼，咱来学一寡客语好啦。咱今仔日吼，客家组织就是爱学客语嘛。咱看咱今仔有即两块布有水无吼，这就是客家布。毋过咱有即个总会的马克吼，所以是信仰的客家，是信仰的客家的艺术。咱来学一寡客语吼，咱客语吼就是大安尼啦吼，足简单的大吼，你看吼，大雁就是目睭金，看着足水的小只，目睭金起来，风景足水，目睭金起来吼，大雁，脱车骹吼，即个脚就是骹吼，脚就是骹，手就是手啦吼，脱车骹大插脚，第一名吼，大跳命。光棍球哈，大椎骨，透早吼，大奏，搁后一张来，下一张吼，吼，拍算吼，咱讲你这浪费拍算吼，大宋，哦，咱台湾咱客家人做爱做粿吼，咱做粿吼，台湾人啊，咱台湾人讲做粿，咱客家讲大半呢。好，搁下一张，咱搁来学吼，咱搁学者吼，就是迄个客家吼，客家都叔的就是吼叔哦吼，叔的，叔吼吼，吼阿伯，孙啊足古锥的孙呢，吼，讲着孙啊，就足欢喜安尼吼，孙呢，车吼
茶诶，啊差一点点嘛，茶医师咧，茶医师咧，啊过日来好好啊过哦吼，过日咧，过日咧，啊，囡仔细汉囡仔就过日声音咧，声音咧，啊，包啊就好食吼，包诶，包诶，菜啊足可爱呢，切咧，切咧，胃啊吼，鼻诶，鼻诶。安尼够难无啦？咱学法够真困难，动简单呢。动简单就是真简单啦吼，动简单呢。吼，咱的客家话无介困难啦吼，真简单吼，所以咱等于拢比客语专家吼。今仔日有听着客家。咱还是客语吼，好，丹南期伫德兰教会牧会吼，这拢德兰，咱的客家的所在吼，伫遐做真好的工。个下一章就是伊的查某囝嫁互迄个过去迄个头城教会陈永国牧师吼，做牧师娘，大汉查某囝吼。我甲咱讲的这个陈延琪啦，这拢秋华田啦，这拢毋是足久的人咯，一两百年前的人毋是啊。陈延琪。是5-6当前才过身去，活95岁。啊，伊的囝婿陈永光牧师嘛，前年才退休哩，伫迄个头城教会才过休。所以我毋是甲恁讲迄个200年前的人的代志吼，所以这是近代的人物。好，感谢上帝。我来讲阮兜的故事吼，阮兜故事我会当讲上常时，咱时间足宝贵的呢吼。我阿祖吼，阮的家庭是家己溪口海口种咧汉人，阮是客家，阮是家己溪口的客家人。我牧师啊，死口敢有客家？我甲你讲有啦，死口你去看有一个客家文化馆的吼。所以即摆吼，咱有当咱拢稀释去吼，稀释就是。无论河洛还是客语吼，拢稀释去，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所在到底是啥物所在啊？有无语，阁有咧讲无安尼？好，阿祖是家己溪口的汉人，阿祖叫做罗港，香港的港哦，罗港。伊生一个后生，甲号做罗巷啊。香港的港3点水甲去掉，是毋是叫个巷啊？对啊，吼，香港的港去掉3点水，就变巷啊。所以笔画变较少咩？吼，所以我感觉阿祖足巧的呢，足巧的吼，家己的后生号做罗巷啦吼，本来罗港甲号做罗巷啦吼，所以罗巷就是我阿公啊。罗巷是中医哦，是医术真好的中医吼，医术真高明啊吼，伊吼信仰迄个民间宗教，迄个溪口一间庙足大间的吼，伊吼拢出钱出力。斗光桥庙庆斗光桥，伊是中医师啦，伊对迄个基督徒拢无好感，伊讲基督徒无拜祖先，不好不义啊，对基督徒无好感啊，所以阮兜甲主要说拢无关系呢。毋过有一工阿嬷说破病，一个病就真严重，喙拢烂去诶，食物件水拢对喙流出来吼，一个破病就真严重，迄个喙拢烂去，迄水拢食物件水安尼对喙流出来。讲家己是真好的医生呢，毋过伊无法度。佮做足侪医生的好朋友，拢无法度。迄阵拢中医嘛，拢无法度。迄阵就有人甲伊讲哦，讲吼，落来新生，你着爱带新生娘去台南看迄个肚皮仔医生，新老朋友，迄个肚皮仔医生足敖的啦，你着爱去看迄个肚皮仔医生啊。所以呢，阿公就带阿嬷对迄个家己啊，坐迄个普通车，迄阵无自强号的啦，坐普通车咧，慢慢啊靠到台南啊，靠到台南来新老病院看医生啊，甲伊看医生吼，甲伊看的是叫做周慧玲牧师，嘛是医生啊，是宣教师啊吼，伊来甲看病，讲你吼，即个病叫做喙泽癌啊，是一种癌症啊，是喙泽癌，即种癌症哦。是绝症，我嘛无把握会当甲你医哦，我无把握通甲你医。毋过，伊着要将福音来传互阿公阿嬷。伊讲咱人吼，咱的肉体有一天着会衰败，咱的性命本来就有限呐。咱着爱认识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咱要我靠伊，咱要有永生的愿望啊！就要将迄个宝贵的福音来传互阿公阿嬷。咱要信靠主，咱要将咱的苦痛交互上帝。毋过阿公阿嬷是，阮阿公吼是恁铁气的人，迄简单的来信耶稣咧。毋过，即个宣教士是非常传福音是非常有耐心，佮有疼心啊。咱台湾过去，
破病的人，干那会当食糜食暗啦。咱即马有迄种一罐一罐的营养品，就安尼食落去拢有元气吼。迄阵无即种物仔啦，破病的人拢食糜食暗嘛，安尼才有气力。宣教师对迄个国外，因为伊是医生，嘛是牧师，是牧师嘛是医生啦，来做医疗团队，所以国外进口即种营养品来互阿嬷食，逐工来探访为祈祷，所以伊的疼心伊的耐心，互阿公非常感动，伊的心就慢慢拍开哦，伊的心就慢慢拍开，感谢上帝。咱来看周慧玲牧师，周慧玲医生是英国的宣教师，是台湾肺结核医治的先驱。各位兄弟姊妹，这个宣教师伫台湾做真水的工啊，牺牲因真好生活来到台湾传福音。咱搁一摆笑脸宣教师所做的工，咱嘛要学习即种的脚步。宣教师甲阿嬷讲哦，甲阿公阿嬷讲，伊讲我为着恁祈祷，恁嘛愿意讲阿免？阿免是啥物意思啊？阿妹是诚心所愿呐，所以你心内会相信，即个祈祷才会成就伫你的心上吗？我逐工为你祈祷，你愿意对我讲阿免？阿免就是诚心所愿，你的心内用生命诚信来回应上帝，你着爱信耶稣啦。即个祈祷才会当成就伫你的心上啦。各位兄弟姊妹，每礼拜咱的牧师、咱的小会员、咱的师会，互咱做强强的祈祷，咱嘛是要真专心听，咱专心听，对心内来回应上帝，讲阿免。安尼，咱讲阿免的是，即个祈祷就甲你有份咯。即个祈祷，这个祈祷就是会成就伫你的心上。即个祈祷的稳定要成就伫你的心上。所以咱专心听来回应上帝讲阿免，即个祈祷才会甲你有关系。所以宣教师讲，你着爱心内相信，即个祈祷甲你有关系啦，才会成就伫你的心上。所以阿公阿嬷就考虑3天3暝，就决定来信耶稣咯。考虑3天3暝，就决定来信耶稣，感谢上帝。宣教师甲因说咧，跪伫迄个新老朋友的涂骹，伫遐流目屎，悔改真侪信耶稣。宣教师甲因说咧，伫遐跪伫迄个新老朋友的涂骹，为因跪伫迄个涂骹，伫遐流目屎，悔改真侪信耶稣。一直到今日，我阁回想一幕，我的心内非常依然非常的感动啊！感谢上帝，就着宣教师所做水的工，吼，伊救一个人，救全家，阁救伊一个家族，互我甲我的爸爸妈妈，我甲我的囡仔，拢会当真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传福音会输下伊的脚脚是真哩水啊！所以咱要学习即个传福音的输下的脚脚，咱嘛要做一个传福音的输下。感谢上帝，阿嬷伫迄个受洗暗暝做一个神奇的梦吼。阿嬷伫迄个受洗暗暝做一个神奇的梦吼，在前面那一张吼，对，做一个神奇的梦。阿嬷问去主耶稣，伊伫迄个伊受洗迄个暗暝做一个神奇的梦，问去主耶稣穿长长的白衫来到伊的门床前，摕一支真大支的针，真粗的线，将迄条足大条的线穿入去迄支足大支的针内底。听阿嬷迄个烂气的喙，一针一针甲伊舔了后，甲伊蒙面，佮牵伊的手，讲你的病已经好啊。我佮讲一摆，伫迄个受洗迄个暗暝，阿嬷做一个神奇的梦，梦去主耶稣来到伊的门床前，摕一支足大支的针，佮足大条的线，将迄条足大条的线穿入去迄支足大支的针，摕去阿嬷，摕迄支足大支的针舔阿嬷迄个烂气的喙，一针一针甲伊舔，一针一针甲伊舔，舔了后甲伊蒙面，佮牵伊的手，讲你的病已经好啊！隔天阿嬷讲，我昨暝做一个神奇的梦啊。毋过大家甲伊看讲，你看你的喙佫偌好好，食物件水佫安尼流出来，这只是一个梦尔嘛。毋过对迄天开始，阿嬷迄个烂气的喙就一天一天来勾搭咯。2个月了后，伊的病就完全来好去啊！感谢上帝，我甲大家讲的，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我爸爸常常讲，你著爱讲，这是一个故事，这个主要说伫咱的家族所做的故事，这就是咱的家族信主的故事。你爱常常讲这个故事，你爱为主做见证，所以我就甲大家分享这个故事。阿嬷得到上帝伫主要说，伊伫迄个时阵已经39岁了，已经39岁了。伊病好了后，佫有心啦；伊病好了后，佫有心啦。佫生一个，佫有生40岁，佫生一个囡仔囝咧。咱台语讲囡仔囝，客语讲蛮子，佫生一个蛮子，就是我的爸爸啦。就是我的爸爸，阮爸爸大汉
结婚了佫生我妹，我佫生2个查某囝无。阮拢讲阿嬷若无受到医治，就无阮。阮是上帝稳定的礼物，感谢上帝。爸爸伫细汉参加主日学，后尾啊伫因的家庭对溪口搬去高雄，伫高雄啊到尾伊诚济高雄三民教会长老，后尾啊阮佫搬去凤山，伊嘛诚济凤山教会长老。爸爸感觉信仰是上要紧的代志，感谢上帝。我咧讲即张相片啊，爸爸细汉的相片吼。我讲即个囡仔真古锥啦，啊，毋过逐个囡仔拢足古锥的啦，主要是伊的名啦吼，伊的名叫做赖道明啊吼，赖道明长老。爸爸讲，你若讲甲我号即个名的意思是上帝道理已经明白啊，伊的名是道明，是上帝道理已经明白啊，所以阿公甲伊号即个名。伊佫有生姐姐吼，伊的名拢甲信仰无关的，生姐姐叫春花，甲幸基，拢是水果甲花的名。迄阵拢还袂信耶稣吼，拢无个。啊，哥哥叫做国华，拢总甲信仰无关的。伊伫甲伊开始，阿嬷得着伊伫生即个囡仔囝信耶稣，上帝道理已经明白啊！感谢上帝。好，咱去看即后一张相片吼，即爸爸妈妈少年的时的相片吼。我毋是讲因两个缘投较水啦，我主要是甲妈妈即张相片最有意思，我甲大家分享吼。好，下一张吼，妈妈即张相片。你看伊烟水抹一滴滴啊吼，妈妈讲吼，迄阵流行樱桃小嘴啦，吼，迄阵流行，这是上官家画的，上官家讲咱即摆拢爱画安尼，因为即摆是流行即个樱桃小嘴，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这是历史的相片哦吼，我拢无甲恁讲毋对吼，这是樱桃小嘴吼，咱即摆口红拢胭脂拢抹甲足饱和吼，所以咱就知影时代的演变吼，感谢上帝。好，这是阮的家庭。阮是全家福吼，我有2个小姐，爸爸妈妈伫凤山的门口翕的。我的先生伫10当前，吼，2010年的4月25号，国道3号的走山事件来过身去吼。我想咱大家阁会记得这个事件，高速公路的走山的事件来过身去吼。咱阁会记得这个事件。我们看再下一张，在高速公路的走山事件来过身去了，对。我们再看下一张，阮的家庭有经过真困难的阶段，真艰难的阶段。我们再看下一张啊，这是伫走山事件的前1个月哈，拄啊过年啊，所以是最后的全家福啦，最后的全家福哈。这是我伫总会就任客家干事的，甲2个小姐甲我的合照吼。对，感谢上帝，各位伫遮嘛，甲大家说多谢，伫迄个真困难的阶段，咱的兄弟姊妹对阮的家庭的关心，甲有人祈祷，真感谢。阮2个小姐吼，阮会当阮的家庭，我甲阮2个小姐会当继续服侍上帝，这拢是主的稳定。阮迄个小姐吼，迄个姐姐吼。即摆做牧师娘，伫埔心教会客家中会埔心教会做牧师娘啊。迄个较矮，迄个是姐姐啊；较落，迄个是妹妹，吼。2个差10公分嘞，吼。阮妹妹拢互讲做姐姐，伊足冤枉的啦，吼。2个差5岁嘞，吼。对，迄是妹妹，迄较矮，迄个是挂目镜，迄个是姐姐。即摆咧做牧师娘，感谢上帝吼，阮的家庭会当继续服侍你，这拢是上帝恩典。好，我阁继续讲阿公的故事吼。阿公受到上帝的听，甲伊蒙着啊吼，阁上帝的圣神甲伊蒙着，所以伊感觉这是足宝贵的信仰。伊无爱做迄种无清无楚的基督徒啦，所以真认真读上帝的话，真认真对信仰的代志足认真啦。后生问题就问信仰的长辈，所以后尾伊诚做教会长老，上帝神甲伊送到地地。我要讲阿公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摆伊阁当去迄个。伫迄个路边吼，迄个路边溪口的路边，迄个庙吼，含伊永存足熟迄间庙吼，咧做法事。迄庙伫咧大路边咧做法事哦吼。咧当机车神明附身啦吼。阿公拄仔经过，所以徛伫遐看呢。伊含面足熟个，伊徛伫遐看，伊叫我经过，所以徛伫遐看。当机车神明来附身啦，请足久诶吼，神明拢无落来，请足久神明拢无落来。后来神明甲当机讲吼。迄个赖先生，伊徛伫遐，我毋敢落去。伊徛伫遐，我毋敢落，拜托伊离开啦，
拜托伊离开啦。所以当期就来请阿公离开，讲偌现实。啊，咱过去嘛好朋友，啊，你即摆徛伫遮，咱是毋是毋敢落来？啊，所以阿公离开了，即个法事才会当进行。各位兄弟姊妹，我甲大家讲，这是真实的代志。各位兄弟姊妹，咱受洗时，圣灵已经伫咱的额头有圣灵的印记，所以遐无好的邪神，毋敢来接近上帝的子儿。伫主耶稣的时代，有异变赶鬼，迄个时阵就邪灵。伫即个时代，咱嘛有听到真侪古历的几故事，真侪即个邪灵的故事。毋过上帝子儿紧对主，牵调伫主，所以上帝要圣神要保护咱。感谢上帝，我甲大家分享，这是真实的代志。咱来看相片吼，热港长老少年的时的相片，即少年的时的相片。过去的人吼，少年看起来就足老，你看穿这衫，看起来就足老。咱搁看下一张吼，这老的时的相片，嘛是足老。少年甲老拢看起来足老吼，这阿公阿妈的相片。咱即摆人少年甲老拢看起来足少年啦，所以我就是特别甲这相片分享互大家看，感谢上帝。阿公将伊所有的钱，伊尾仔搬去高雄三明区啦吼。将伊所有的钱拢投入伫即个开拓教会，咱即摆教会足济吼，5步10步都一间教会呢。迄阵教会真少，将伊的钱做医生赚的钱，拢投入伫即个帮助开拓教会。伊到尾伫三明区来开拓教会，就是三明教会，是三明教会创会长老。感谢上帝，阿公要过身伊的时阵，阿公要过身，好，没关系，就先不要动哈。阿公要过身伊的时阵。要临终的时，伊甲这子孙讲，我也无啥物金银财宝留互恁啦。毋过爱将即个宝贵的信仰的财产，爱代代传落去。各位兄弟姊妹，我知咱嘛足欠的吼，咱嘛是要甲咱的金银财宝传互咱的子孙啦。毋过我甲大家讲，上宝贵的财产就是信仰的财产。只有信仰好的信仰品格，咱才金银财宝才会久长啦。无好的信仰品格吼，搁较侪金银财宝哪会用完呢？所以咱就要将咱的子孙交伫上帝手内，要一生行伫迄个正直的信仰的道路，这是伊的人生上大的保障，也是咱做长辈对伊上大的祝福啊。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将即个宝贵的信仰财产爱代代传落去啦。这是咱上要紧的代志吼。讲。诚做高雄三民教会创会长老，讲信耶稣非常的对信仰非常的伫，伊伫溪口的时，打信耶稣的时，就引带即个对即个家己溪口吼，去民雄教会做礼拜，溪口无长老教会，引带即个厝边隔壁做去做礼拜20个人哦，讲伊是溪口部队啊，去甲民雄教会做礼拜，过去咱的兄弟姊妹。下早是做一场礼拜，中昼大家做食一个咸糜简单的物件，下昼搁做一场礼拜，才安尼心满意足安尼行转去。各位兄弟姊妹，咱即摆交通真便利呢吼，咱交通真方便，咱的教会嘛无介远，毋过咱常常有真侪代志甲咱阻挡，咱无来做礼拜，所以咱要将敬拜上帝做到是上要紧的代志。好，今日甲大家分享这个客家的前辈的故事。各位兄弟姊妹，客家就是咱和乐就是客家，因为咱拢是属伫平地教会，咱毋是属伫原住民的教会，所以和乐客家人汉人啊，离开客家的所在，客庄就来到平地教会做礼拜。所以每一间平地教会哦，咱的东门教会嘛是共款，拢有汉人啊。伊若无甲你讲吼，你拢毋知啦。伊拢无甲你讲，因为汉人做够味的，拢味起来。毋过伊就是伫你的身躯边。伊就是伫你的身躯边，所以咱的每一间教会拢有汉人所以咱关心客家的宣教，就是关心咱的宣教。那我相信咱的教会嘛是拍开咱的大门，欢迎更较侪客家汉人的兄弟姊妹来到咱的中间，甲咱相加敬拜上帝。所以伫客家的宣教，我邀请大家做伙心连心，手连手，咱相加来拍拼。上帝嘛要加倍祝福伫咱的顶面，咱的家庭，咱的教会，丰丰富富。好，咱来分享这个客家的时光吼，咱的时间足宝贵的，我来分享客家的时光吼。这首歌主耶稣，我昨年拢会晓唱，我唱客语的呢。好，咱来听一个客语，因为伊是原来是客语的，伊原来是客语的吼。主耶稣，主耶稣，我有朋友。
下一首，这首是497首哈，敬拜上帝有智慧，唱一节就好了哈。这个都是原来是客家的歌，客语圣诗啊。敬拜呀，上帝呀，有子那非呀哩呀哟，分别神奴里呀有子非，嘿呀民是哟，非呀有子非。再唱最后一首就好了。佮这首曲吼，客语圣诗的660首，这是只有客语圣诗有吼，伊是美浓古调，美浓的古调，身体健壮，体力强，美浓古调。身体健那种嘞，体力强。年都给起是那样梦，一旦犯了病那惨的是我。爱的心有什么朋？是错了家来心目。天上一阵神那有主正，才图那子主耶稣哦。救人的救是有本那种，咱做来祈祷。阮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借着这个客家前辈的信仰故事，也要激励阮为着主的福音，阮也愿意同心同力做伙来打拼。阮要效法阮客家前辈善忘硬强的精神，阮要尽阮的本分三甲，为着传福音来付上代价。阮也望更较侪汉人来到阮的中间，和阮三八敬拜上帝，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顶面，阮的家庭，阮的教会，上帝的手术恩典满满，祈祷靠下圣名求，阿门。回应今早的讲道，咱来吟圣诗第590首，最好朋友就是耶稣。
今仔日是总会客家宣教事工的奉献主日，总是咱的周报内面有2个奉献袋啊。即个是咱约定奉献，咱先收咧。今仔日的客家宣教事工，咱是要用这粉红啊色的奉献袋啊。请起立。请坐。这个时阵，我来报告。咱周报第8面有明年度教会预定的行事历，请咱家己看。请咱看第9面教会消息。1月初1是元旦，办公室休困1天。若有需要刊登周报的消息，请伫12月28进前送到办公室。第2项，明年度上半年度事项表已经打伫礼拜堂后壁面的公布栏，请事项人员视亲干事领纸本的事项表。第3，本主日是总会客家宣教奉献主日，总会客家干事罗德钦牧师前来本会讲道。请大家为着客家宣教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讲到客家，咱除了关心奉献以外，我足侪朋友因咧讲到客家人哦，因咧讲啥？客人啊，有无？恁会安尼讲袂嘛会？啊，总是恁会讲，啊，我都无即个心啊，我来惯势安尼讲。毋过你爱尊重听的人的感受。哦，咱就讲客人，就莫客人啊，敢若像讲50啊，有无？学倒来50啊，色甲台啊。我徛125的，哦，野狼啊，哦，迄感受无共款吼。第4项，教会过继孝要伫12月27结束，要伫今年度奉献的兄弟，请配合伫
伫节制进前完成奉献。第五项，本主任周报有业月定奉献袋啊，明年度奉献使用，请兄弟用正楷书写写奉献名，因为我定咧整理奉献，看迄名因为可能写足紧啦，毋知啥物名，不时拢爱问干事，请大家慢慢仔写，莫紧张写好势，安尼登记较袂晓登记，毋对，莫讲张三奉献的，结果登记对理事去，安尼就毋好第六项，本教会明年度会员合会定伫2月28进行，合会手册爱伫农历年进行印好，所以相关资料各团体机构爱提早准备，超前部署。咱的时间报告、甲决算、甲时间计划、甲预算的部分，咱会当先准备好，交互干事。年底结束以后，咱较补咱的会计资料。第7点，这是置入性行销明年度1月初六开始，每一礼拜拜三暗时7点半到9点半，咱要开设巴克的圣经学堂，互咱的要由咱的刘炳熙牧师带领，要参加兄弟，会记得爱去办公室摕报名表报名，邀请会友做伙来参加，接受装备。第8点，2021年1月到3月，新安宫读经表已经送到，请有登记兄弟到办公室领取。咱来看团契消息，助理2的部分。本教会儿童合唱手精营唱台湾听世界，要伫明年2月初4到2月初7举行。今日开始到1月初10接受报名，请往办公室用先干事摕报名单来报名，同时完成缴费。第2，第40期儿童快乐周晚营，今日开始到2月21接受报名，请往办公室用先干事摕报名表报名，同时缴费。第2点，成人大学的部分。2021年1月初1元旦，有报名要参加罗林贵牧师就职典礼的兄弟，请伫中昼，毋是今仔中昼是1月初1的中昼，12点20伫社区发展中心集合，12点半要准时出发。来集体沟通。第1点，李月成兄弟甲蔡家琪牧师已经伫12月26举行结婚礼拜。感谢大家的关心带导，愿主祝福新的家庭。另外补充报告这是一个互人艰苦的消息。教会老帮乡长老已经伫12月25蒙主文调，享年74岁，要定伫2021年1月初2下午2点半，伫大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慰祝。即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我来读一遍，大家做伙来读2遍。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多，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满咱的罪。用吞忍来照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12章1节，来做伙来读2遍，请。已经甲快快填满咱的罪，用吞忍来照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12章1节，搁一遍。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多，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满咱的罪，
用吞率来走所安排伫头前的路站，迄笔来12章1节。下接请牧师来介绍。好，现在来平安。咱来头一点，咱先欢迎罗牧师踮伫咱中间，咱嘛感谢伊今早起的进度。好，以及昨月成甲嘉琪牧师踮伫咱教会遮已经举行结婚礼拜啊，所以今仔日月成甲嘉琪牧师甲有长生兄的亲人啊，嘉琪牧师的妈妈拢伫咱中间，请因做伙徛起来。好，请谢恭喜恁。过来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叫邓林素梅姊妹，个伊的亲人是无真心会姊妹啊，因伫后壁遐头一摆来伫咱中间，咱做伙欢迎因。好，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三做伙，啊，咱嘛继续为着帮乡长老的家庭，咱为着帮乡长老因整个遗族来献上祈祷。个别礼拜伫即礼拜拜六，就是1月初2下晡2点半，所以请咱做伙注意这个时间，1月初2下晡2点半。好啊，搁帅就是他都有讲植入性行销哈，所以对明年1月份开始拜3暗暝，咱有一个查经班，啊查经班要读对呢，放伫咱周报的迄个第几啊？第7页，周报遮第7页上下骹遮吼，因为等你兄弟姊妹问我讲，牧师到底要读对，啊，我讲一摆要读4位的圣经，安尼听起来敢若足恐怖的。咱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这4位的圣经会有一段甲我后礼拜所要讲到的会是同一段，所以这4位的圣经其实是照一个咱总会有咧设的一个共同经课表，伊要做一礼拜都有4段的经文，牧师会讲到会经1段，啊，咱会用其他3段的经文做伙来辅助，做伙帮咱认捌圣经。所以安尼意思就是讲，你若是一礼拜无来，莫伤紧张，因为逐礼拜拢是无共款的圣经站，啊，逐礼拜拢会当随时来参加。啊，为什么爱报名？因为爱互办公室遮大概有一个人数会确定，互办公室遮知影爱准备偌济资料，所以嘛免填写报名表啦，只要到隔壁教育大楼遐有一个表填写迄个名，互办公室知影讲咱到底有偌济人要参加，安尼就会使啊。所以邀请咱会当共同伫明年都开始，咱拜3暗暝，咱会当做伙来读圣经。好，我做以上的报告，啊，咱嘛等下礼拜刷以后，咱会当做伙请安，愿上帝祝福大家。咱做伙来吟刷尾边的诗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97首，关注祝福保护你，请咱做伙起立来吟。今时刷，咱请罗牧师来祝祷。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享，圣灵的感动，同一人向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